台南市把系列活动伫跨年晚会画下完美句点以后，2025年新的年度开始，台南特别英国知名杂志《Time Out》列为8大亚洲最佳旅行城市第4位。文章当中指出，台南是台湾上古早城市甲起初的首都，台南更是全台美食之都。除了特别娱乐安平的豆花，以及知名历史景点安平树屋以外，嘛大力推荐国际凌船锦标赛，认为这是完美结合传统民俗甲合欢休闲活动。美国的 CNN 杂志也评选为2024年台南是全世界24个最酷的城市之一。那都是台湾唯一，所以说台南的这个旅游以及值得去参访的品牌已经是建立了。就像我们当初就像我们前2天耶诞跨年活动的这个点阅率还有这个影片都是发烧影片第1名。因此呢，我们很高兴获选成为英国知名的文化旅游杂志Time Out 成为全世界排名第4的最棒的景点。台南陆续被国际媒体肯定为世界级的旅游地点，就是台南人共同的眼光，因为咱共同创造的深度文化甲美食，拢是吸引全球观光客焦点。后续市府嘛将持续努力，吸引更较侪国际游客前来台南，感受台南的水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